花市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初10，旧历的正月27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讲来这实在嘛是喊过，也毋过这恐惊嘛是热真紧，紧甲真正是紧袂掉咯。嘉义有一个国立高工的教官，竟然到伫学校的大门口来放尿。这个监视器的画面，这几天大家是相报相传。啊，这位教官本人嘛来承认哦，讲当时是甲同事出去食饭，等下甲学校热真紧，想要来便所，但是警卫啊去巡逻，无法度开门，伊实在是忍袂住咯，才伫咧大门口来小便。事后伊嘛真后悔来回失礼。啊，教育部将要召开人评会，看要安怎来处罚。半暝2点，有一台白色轿车驶到校门口，车顶落来3个人，对面即个穿一领外套，行路无啥会知，点点行去大门口的条仔边，面对壁伫遐徛，原来伊伫放尿，也毋过伊毋是一般的民众，伊是这间学校的教官。心理教官却伫校门口凊彩放尿，这个画面互人提起甲学校检举。身为师长，身为教官，应有的礼节、卫生都被主任教官所破坏了。去头人感觉到惊，严重破坏学校的名声。这段影片传回学校，这个教官看到这个画面了后嘛，承认讲，当时真的是热紧挡袂掉。晚上跟同事有餐叙完之后，因为时间比较晚，所以就没有回家休息，就想说就回到学校来做休息。那回到学校之后，就在因为当时的守卫去做巡逻，那我们就在门口等了一下子，因为尿急，所以就做了这些对其实社会观感比较不好的事情，这边感到非常的抱歉。面对镜头，教官再三的回失礼，不过应该检讨嘛是都要检讨。校长将这个案件送军分处，将会召开人评会来处理。